我覺得對死亡恐懼係好自然嘅，而嗰個死亡恐懼係因為你會好怕你會消失啊嘛。點解你會驚消失呢？就係你會驚你自己原來喺呢一個世上係白過咯。我都希望喺未來可以做多啲生命教育嘅嘢，令到人唔係叫唔恐懼死亡咯，而係因為恐懼死亡，佢更加識得珍惜當下，去活得更真實，做自己想做嘅嘢。我係 Renee， 我係一位遺體修復師。人係好多時都會諗住係賺錢啊，人生嘅前半 part 啦，其實就冇嗰啲所謂嘅細個我的志願嗰啲目標啊，淨係諗住照顧好屋企人，普普通通生活嘅啫。直至5年前有一個比較重要嘅人走咗啦，嗰下就真係開始令我喺度反思翻，其實我人生係要啲咩呢？所以先會有一個突然間嘅衝動，即刻想去轉變，咁就由做一個地產代理，主動去唔同嘅殯儀公司去接觸，即係問下佢哋，你哋請唔請人啊？咁最終就做咗一位禮儀師啦。最主要嘅工作其實就係幫家屬去統籌一個喪禮啦。嗰陣時大約做咗2年之後呢，就越嚟越發覺有遺體修復呢個需要。以往我哋面對非自然嘅過身嘅時候呢，都會提議家屬係封棺噶嘛。當時我就喺度諗其實係咪真係冇第二個選擇呢？之後我就想去學遺體修復咯，咁就發現香港其實係冇嘅，然後就見到台灣原來佢喺呢一個領域呢都發展得唔錯，咁啱呢，當時郭老師佢又嚟緊有一個 course， 郭章成老師佢喺台灣做呢個修復嘅工作呢，應該接近20年噶啦。學完之後啦，就跟埋佢出去實習，漸漸就慢慢開始咗喺呢一個領域度發展啦。遺體修復主要嘅目標呢，我哋就係希望盡力可以還原翻逝者至少70%嘅原貌。大致上呢，就會由清潔開始啦。如果見到皮膚上面有損傷啦，咁我哋就會使用手術級嘅縫合工具去縫合翻嘅。咁如果譬如可能斷咗隻手或者冇咗隻手，我哋就會用一啲材料啦，例如矽膠去重建翻佢。可能啲頭骨都碎咗，咁我哋都會慢慢逐件頭骨砌翻佢，之後縫翻個外表啦，之後就用化妝技術，之後去令到佢變翻70%以上嘅容貌啦。今次就係第一次為到香港嘅大埔火災以遺體修復師嘅身份返嚟幫手。我真係冇諗過香港會發生呢件事啦，自己就喺度諗我身為一位禮儀師啦，又做緊遺體修復嘅工作，究竟我喺呢一個崗位上邊，我可以幫到啲咩手呢？第二日老師就主動同我講話我好想幫手啊，好想為香港幫手。然後呢，九龍殯儀館呢又接觸我啦，話想邀請老師過嚟幫手，咁所以就一拍即合啦。我哋每次出動都起碼7個人以上嘅，因為時間性係好重要咯。其實係同時間競賽，因為你遺體一路放喺度呢，佢一路係會變化。咁我哋都係希望喺最好嘅狀態裏邊，盡快去處理咗咯。我哋一次過要做幾具遺體噶嘛，都超過30小時咯。前日都係瞓得嗰個幾鐘啊。臨尾我哋做完出嚟，咁佢真係再見到個親人嘅時候，我睇得出佢知道嗰個差異好大咯。成個喪禮完咗，個家屬走埋嚟同你講話唔該晒，多謝晒，即係見到佢哋係出於好真心，即係知道你真係幫到佢。咁我就相信嗰刻即係我哋做嘅嘢係好啱咯。叫做嚟緊4月我哋都會同 Hong Kong Youth Space 有一個課程嘅，我都相信慢慢可以 build up 到我哋香港嘅團隊咯。做修復工作之外，我都讀緊一個生死學嘅課程咯，希望之後可以做埋哀傷輔導話。我諗我由頭到尾希望嘅係帶嚟家屬嘅一啲安慰，